嘅愛同聽書嘅麼？係，請問林木原來安樣嘅行咯？要隻嘅係德勝公壇，雖然一條遠岸路向前行100公尺，右手上都係美濃海，嗰個美濃海嘅頭一條紅嘅右灣，西片上嘅田東岸都係林木原樓。哈，安子說哦。你用我來要隻嘅呢？我來也旅行啦。酷，你對哪隻嘅來呢？我係荷蘭人，也係我第一擺來台灣。哇，你用我上來台灣了啊！我讀書嘅時節，學校課程就有紹介台灣。你看，也係400年前嘅台灣，Formosa。我等等也擺嘅旅行當久誒，美濃也味真係很正哦。我從細啊，就睇要隻嘅太爺，要隻嘅唔但唱歌鬧，還歌有文化哦。唔談過美濃出寶石，楓林出高中嘛。真嘅，也附近呢，還有乜嘅好搞嘅蔬菜嘛？該到啊，也附近呢，還有南山店同自在店哦。我哋啊，也係美濃嘅土門工藝，冇錯，也係客家傳統工藝。也隻嘅還有金絲田呢？乜嘅係金絲田啊？金絲田保留嘅金絲小文嘅文化特色，係當當起來受獅子嘅。該係我昂到聽來，請問唔知那邊有好食做麼？唔順呢也隻方向行，這片路係美興街，咪係美濃有名嘅板條街哦。板條係客家人嘅日常美食咯。係呀，唔來也隻嘅一定要上課啦。我得唔得咧？嚟，我帶你去好高嘅地方。